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继续来关心风台丹那市即届来除了造成灾情以外，交通嘛有受到影响。彰化台铁甲高铁拢因为铁轨路顶管有物件来调整营运，也那伫咧离岛嘛有游客因为风台调伫遐。国军彰化市拢总支援14架飞行机来疏运，也那民航机甲军机加起来，估计是拢总载13000多人。丹那市的强风大水雨拍乱航班的起降，到8时半11点，国内线已经152个航班取消，国际甲两华航线也取消33架，另57架。大批旅客伫了机场等待候补上飞行机，要较早转去。民航局指出，8除了民航机飞行146架以外，佮协调国防部支援军机14架，提供980个飞协助疏运，有个专职疏运13115人。一点紧张，一点紧张，还是可以回台湾真好。可以真的。对，不用留在这里。民航局表示，今日马祖航线已恢复飞行，也已经互相协调国防部支援军机协助疏运马祖航线。金门甲澎湖是看今日早起疏运状况继续协调。1月6号的，还是因为昨天没有开？对，没开。对啊，因为很多店不是周一都公休吗？对啊，也没有吃到的店。咱厝有旅客伫流动地也伫8时中途了后疏运，高雄来往澎湖的澎湖轮也临时决定加开一个船班，要登去工作的5县市，原本伫高雄小港机场要坐飞行机，听讲澎湖轮加开航班，赶紧登过来坐。我是刚去机场补票，然后机场有广播，所以我才赶快过来。对，要回澎湖上班。不少人因为赶袂赴，坐人无坐，暗过到澎湖了后，因阁协调载运旅客登去高雄，有个上坐600人。另外，台铁甲高铁方面，也拢因为风台造成有物件伫铁轨路调整行运。好在在8时中到过后状况解除，除了观光列车以外，全线列车全部拢已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气象署昨昏晚5点半的时阵，是已经解除风台的警报。这一届风台为家己登陆，扫入来台湾路线是真罕见。不过风是规个算叫，造成中南部几下的管区失电。其中家己甲台南是上界严重，到目前为止也阁有18万外户要无电通用。12支行乐器做地打造14公尺，台南北门区南昆新大牌楼。互风台吹倒去，规庙拢浸伫积水内底。屋顶都还没啊，都是乒乓球的声音。昨天这个倒的时候，你们有听到声音吗？没有，因为风太大了。庙方表示，行乐器迄时阵每一支爱400-500万，即嘛是无价之宝。目前干那先整理收藏，过来评估是毋是电器。这个区是出现10日级的强风，将10分之300多岁厝顶红砖叶吹到满天飞，惊到居民规暗毋敢困。敢睡吗？没有睡，还没睡。所以几十当来唔捌遮严重啦，今年上严重。根据气象气象分享，丹那市员讲是台南37年来上强风台，也是110年来第一个登陆假期的风台，也是为1986年维稳风台了后，第一个为中部以南地区登陆中度风台，甲来占所有风台当中6.7%。上一次在嘉义沿海登陆的台风，已经要追溯到120年之前了所以说，那这个地方都是平原的地形所以它一旦登陆了之后，从海面上进来的这个风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挡。但那些风台用罕见的路线造成中南部真济县市严重停电，其中台南市甲嘉义县市上严重。台电表示，嘉南地区缺少地形屏障，损害员工是40年来上严重。因为这个大概是40年来第一个从这个云嘉南平原进来的台风，所以它都是平原嘛，没有什么阻挡，所以损害的情况还蛮严重的。那台电已经从南部、北部还有东部都调人员下去，主要的云嘉南去支援的。台电统计到7月透早4点，全国停电户数有83万2000多户，台电人员全力抢修，也有18万3000多户还未有电。
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礼拜2，其实包括在中部跟南部，还是断断续续会有一些雷阵雨出现。另外，在南部地区，我们预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气象署昨晚5点半解读，但若是风台警报算是受外围环流影响，还是要特别注意强降雨。记者综合报道。这一届风台扫来，台南沿海透风有甲16级。当地有40年历史的南昆新大天府的牌楼，是规个去风扫倒去。这个亚洲上大的5门式插座牌楼，12支条啊，拢是1000年的尚额。这个损失是真恶估计。庙方讲未来会用现代工法来定起这个牌楼。对空翕影片会当看到，固定古迹南昆新大天府头前，1982年起的5门式大牌楼规个倒去。这个牌楼是当地真重要的地标。这届受到丹那斯风台影响，台南沿海透强阵风，上强有到16级，牌楼互强风扫倒去。庙方表示，这个牌楼有12支条啊，每一支条啊81公分粗，14公尺悬，拢是1000年的台湾稀土器，损失无法度估计。当时迄买一拢敢若听讲400-500万有的，所以讲这。损失是足大啦，这无可预估。这个牌楼也互人讲是全亚洲上大的5门式大牌楼，除了这帘、厝架和条仔珠，其他拢是用接榫的结构起的。文书工作者地道聪讲，南昆新大天府毋但是台湾王爷信仰的中心，本身的建筑嘛真有艺术性。当地人也认为，牌楼倒去替台湾改一个下温。伊会当讲吼是台湾王爷信仰的中心，伊本身的建筑也非常精彩。会当讲。不管是新旧建筑，拢请一流的师傅来做。有人讲到真好啊，这也是王爷去指示牌楼去承受这个天灾的命运，这是应该是闪过一下啦。台南市文化局表示，虽然南昆新大天府庙体是固定古迹，也毋过因为牌楼毋是文化资产，所以若要登记，经费需要庙方家己负责。台南市府会当提供协助。在整体的一个复原上面，我想因为它不是文化资产的一个部分，在经费上面可能必须要由庙方这边来自筹来办理。在整个一个后续的一个设计上面，如果需要文化局这边来协助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这边会愿意来给予必要的一个协助。庙方也伫面册刊公告，感谢各界的关心，也讲要恢复正常，要需要一段时间。因那牌楼的部分，未来考虑到安全和结构的问题，会使用现代的工法，用更较坚固的材质，将牌楼登起起来。记者李新武、魏宗林、林希凯综合报道。各位乡亲，今仔日透早花莲秀林乡发生规模4.9的地震，咱来看进一步的资料。今仔日透早3点57分的时阵，花莲秀林乡发生最是规模4.9的地震，深度是18.8公里。花莲甲南投的震度有甲4级。也若伫咧气温的方面，今仔日的天气也是同款真烧热，各地高温有甲32度至35度，北部甲东半部拢是侪云到好天。气象署针对双北、花东、金门发布高温的资讯，温度可能会升到36度。也若伫咧台东可能会有火烧风。虽然这摆风台是已经离开啊，不过气象署也是持续对台中以南也有中南部8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而且过到山区甲大台北嘛有可能会落西北雨。继续来关心，伫咧美国德州中部的水灾，到当时已经超过100个人死亡，故事庆利郡有84个人不幸过往。当局讲，目前也有几10个人下落不明。也若伫咧在地举办的夏令营，目前知影是已经有27个人死亡。也若气象预报是讲，当地也会继续落大水雨，甚至这山顶的水可能会一个手全来撇落来，互救灾变甲更较困难。搜救队的船伫咧串流的水内底继续找人。这段由德州阿尔帕索消防局伫 Facebook 影片表示，搜救队员伫咧上危险的大水当中，将2个抱伫一丛树的灾民救落来，佮带到安全的所在。事实上，这是这摆德州中部大水救援人员遭无困境的状况，无论是官方救援单位，也是居民自组的志工队。You know, we have friends within the camp community who still can't find their daughters. 根据气象预报，这摆大水的重灾区科尔郡会有更较侪大雨甲雷击，有可能引起更较侪山洪爆发，也就是讲，安尼险境不利搜救。当局一直宣导已经部署警犬甲无人机伫咧水陆空搜救，同时接到通报有私人的无人机伫咧现场干扰，已经呼吁撤离。
根据通报，伫南福克差不多40基电火条倒去，附近拢停电，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They were up at 3:30 in the morning. They were trying to move to higher ground. This is the headwaters of the Guadalupe. When it comes into the North and South Fork, and so as those things develop, it develops very rapidly. 规墨西哥边境小镇阿库尼亚来的消防队员，也有佛州甲瑞士安那州也派出救援队去德州协助，不过目前德州中部搁落雨，气象预报也发出警告，爱居民细致的雨水可能会搁停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农业部公布上新的统计，这届风台造成农业的损失有超过10亿。 农作物损长上较严重的是金蕉，这个是了1亿3千万，占上济。过来是文旦柚。农业部昨天召开专家会议，提出天灾救助、价利贷款的方案，希望当帮助农民甲渔民渡过难关。来看联合报，丹那市风台过了后，民众无用要拼厝内。疾管署讲，去年凯美风台过了后的1个月内，雷片厝的病毒是夺走13条人命。 提醒民众，若伫摒扫的时阵，就爱穿遮管、甲挂嘴罨，也有挂手套来降低感染的风险。过来看中国时报，金砖国家峰会初6甲初7伫咧巴西举行，参加国家伫咧联合国声明警告，讲去关税会威胁到全球的贸易，批评华府这个关税政策。若针对这点，川普宣布讲，任何甲金砖国家联合反对美国的国家，拢会另外扣10%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初7公布移交予日本甲韩国的通知书，讲按说为8月初1开始，甲因扣25%的关税。若马来西亚、哈萨克、南非、辽国甲缅甸是扣25%至40%不等。北京甲宽限期延长到8月初1。 不过，投资人烦恼讲，这贸易战可能会致使美国主要指数拢大落。北京发言电视镜和日韩的通知批广告指出，按算8月初开始对两国扣25%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发文阁表示，若日韩决定提出报复性关税，美国会伫25%关税基础之上提出对等的关税。 Trade deals. Could be 12, maybe 15 tariffs are going to be the tariffs. I think we'll have most countries done by July 9th, yeah. Either a letter or a deal. Tariffs go into effect August 1st, but the president is setting the rates and the deals right now. 美国已经甲英国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佮继续甲中国进行谈判。川普了，佮宣布，拍算于8月初开始对马来西亚、哈萨克、南非、辽国甲缅甸扣15%到40%的关税，佮陆续公布真侪其他国家的税率。美国对顶关税90日宽限期，初9特别到期。北京也宣布，川普初7签署行政命令，延长关税宽限期到8月初1。学者认为，川普将关税当作谈判策略，不过这可能予美国通膨升悬。He might make a big deal about the tariffs and how much revenue they might bring in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y sense is that he wouldn't actually want to see them implemented because of the costs that would then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and the drag that have on economic growth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在川普宣布一项关税了后，华尔街主要指数拢跌，佮宣布其他国家关税引爆全球目前战的纪录。美国继续大跌，三大指数拢创3礼拜以来上大一日，6项济状况。公司新闻单位真编辑。同款是关税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各国关税通知单甲关税协议，伫台湾时间初8会寄出去。都市场分析。关税若是起10%至20%，台股有机会会阁起；若是超过20%，可能就会落。昨天台股开盘就有落，台票换美金嘛同款是落。Sending letters out on Monday having to do with the trade deals. Could be 12, maybe 15, and we've made deals also. So we're going to have a combination of letters, and some deals have been made. 美国总统川普佮宣布，会为台湾时间初8透早8点开始，向各国送出关税通知单，或是就关税协议。过来拢高度关注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佮结果。关税还在继续谈判，好不好？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前来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若贸易友好无法度甲华府达成贸易协议。有告输美商品会伫4月初2川普宣布的关税水准，关税会伫8月初1生效。市场针对无同款关税税率分析出3种台股走势版本。若税率是10%到20%，台股大盘可能震动称悬；若关税落伫20或者是以上，指数可能会直接下杀。若税率降伫10%，预期市场可能出现庆祝的行情。假设是高于20的话，对于市场而言，当然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负面冲击。到时候台股出现震荡的几率就会拉大。那假设是10到20的话，基本上而言的话，就会比较倾向于回归基本面的一个走势。初七台股开价走价盘中有到22294点，落超过250点，新台币换美金18.95块开出，盘中定回19块到19.01块，变达8.7分。台湾影响15、16，日本、韩国是20，比较起来，台湾当然就是更好啊。那当然股市有进一步上攻的机会，台币也当然会有进一步走强的动力。专家分析，台湾关税税率比竞争国家日韩较悬，后续外资来台投资有压力，代表可能走弱。不过实际状况以外，爱等关税结果出来才较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以色列甲伊朗即马是停战，不过中东局势还是乱糟糟。以色列去空袭也门3个港口甲1间发电厂，来报复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咧。即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飞去美国，要甲川普来讨论甲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六准备去华府甲美国总统川普会面，这也是川普今年1月上台了后，两个人第3届的北京会谈。双方针对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协议进行沟通。以色列甲哈马斯的代表初六已经先伫卡达举行间接会谈。ואני חושב שהשיחה עם הנשיא טראמפ יכולה בהחלט לעזור לקדם את התוצאה הזאת שכולנו מייחלים לה. תודה רבה לכם. 虽然以下停火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不过以军也是伫初六空袭加沙市区。加沙官员表示，进前24点钟，以军空袭造成80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同一天，以色列伫初六半暝一直到初7透早，对也门的3港口甲1个发电厂，也加互叛军青年运动劫持的一只商船，发动叫做乌基行动的攻击。来报复也门青年运动初5对以色列的空袭，这也是以色列甲伊朗停火了后，以军头一届对也门出手。青年运动互人当作是伊朗的代理人。以色列讲，这届空袭的港口是用来运输伊朗提供的武器，互人劫持的商船顶，原来互青年运动安全监视国际商船的雷达，来做发动恐怖攻击的工具。另外一方面，以色列6月中对伊朗发动空袭了后，逃避起来的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初5伫德黑兰一间清真寺出席什叶派穆斯林上神圣阿苏拉节的纪念仪式，向信徒致意，佮接受喝彩。这原来是以色列甲伊朗12天战争以来86回哈米尼头一届出面。专家指出，哈米尼选伫阿苏拉节出现，都是第一极的支持者，也凸显准讲美国甲以色列也无法度解除伊统治伊朗的权力。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顶一日川普推动美丽大法案通过了后，马斯克是感觉真不满，初5宣布要成立新的政党，叫做美国党。川普就甲呛讲，美国的第3政党前到今唔捌有人成功，伊成立新的政党实在是伤过含糊。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伫美国国庆日这个随时之间，伫咧社群媒体 X 发动线上投票，问网友是毋是应该创立美国党。结果伫超过125万人次投票内面，差不多65%的网友支持，34.6%人反对。并伊就讲，执行这个目标的方法是甲重点放伫咧参议院2席到3席，众议院8席到10席。因为目前两个党的差距真细，将会对争议法案的表决有关键的作用。马斯克初5宣布成立美国党，总统川普吹打讲真含糊。I think it's ridiculous to start a third party. We have a tremendous success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Democrats have lost their way, but it's always been a two-party system. And I think starting a third party just adds to confusion. 伫马斯克宣布成立新政党了，本来被推出以特斯拉为标的的 ETF 也赶紧喊停，认为这个马斯克担任特斯拉执行长的身份有冲突，决定要延后发行基金。
投资公司执行长希望董事会赶紧开会，要求马斯克说明伊的政治立场，评估是不是甲伊执行长的责任有相符合。美國財政部長貝森也講，馬斯克應該賣插政治。I think if Elon sticks to rockets, I'll stick to finance,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bill is going to pay down the debt. And there were 50 senators who weren't threatened by his words, and Vice President Vance stepped in. They broke the tie in the Senate. 马斯克本来是川普政府初期的国家顾问，协助联邦政府裁员加重整架构，尾也因为不满川普主导的大国税法案，加重联邦预算的设立，宣布成立新政党，并且讲将会在明年的期中选举挑战支持这项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军方表示，法国制造的战机5月份伫咧印度甲巴基斯坦的冲突当中，去互中国的战机拍落来了后，中国就趁这个机会咧乌白喊，讲法国造的战机是真老，而且叫已经注文的国家莫阁改买，叫大家都改用中国买中国造的战机。来关心叙利亚西北部的沿海野火是连续炭烧几啊天，要1万公顷的森林是拢规个烧了了。附近的国家约旦的消防队今仔日嘛赶来到拍火。最近有考古学家宣布，伫咧南美洲秘鲁北部的巴兰卡省挖到古城的遗址，初步研判，这个古城至少有3500年的历史，而且是苏东时真重要的贸易中心。继续来关心，中国民航局宣布启用 M503 航路的第3条小接的航线 W121。有中国网友讲，昨昏已经有飞行机伫咧飞，不过专家对这飞行的路线，也阁有起落的机场来分析，认为讲这根本是错误的信息。有学者嘛讲，中国的目的要是政治的因素，要来压缩咱台湾移境的时间，增加空防的压力。中国民航局昨日宣布启用 M503 航路的第3条连接线 W121。有中国网友讲，提前早起为香港飞去上海的国泰航空 CPA376 航班已经首先经过 W121 实际飞行，对此咱国民航局无要回应。专家为航接图甲起港机场分析，认为这是错误的信息。只用到 M503 的航路，并没有用到 W121这个什么122跟123。回顾2015年1月，中共月说 M503 甲3条连接东向西航路，离台北回航前埔区边界上近，只有7.8公里，引起疑虑。所以今年3月，两方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暂缓 M503 只会当向南飞行，可向西南偏移6海里。不过2018年，中共单方面开通 M503 就8甲3条连接航路，2024年佫取消 M503 飞行偏移，甲启用 W123，今麦佫启用 W121，学者指出 M503 等航路实际使用频率无悬，中共这个举动是想要压缩咱国有境时间，增加空防压力。本来在台湾海峡上面，我们本来空军就有人来我们训练空域，那等于现在他把它压到几乎到中线，再加上他联合战备警巡不断的在飞，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会造成相对的一个压力。民进党立委批评中共以无清楚地带干扰，进一步压缩咱国主权甲地权。在野党立委呼吁，政府袂当只有客气甲发声，而是爱提出解决方法。并没有窘迫到需要启用这一条敏感、特殊、引起纷争的航线，所以很明显是一个政治跟战略上的决定。外交部谴责，陆委会要求要协商，问题是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M503 等航路牵动国防甲维安，又搁拄到咱国汉光演习进前，国防部谴责中国相关开核紧张，搁表示海空军已经将强机采取规模偏航的可能性，直至日常训练修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军营内底目前是禁止有酒精的饮料，不过要是发现有阿兵哥去外口啉酒，怎咧出代志？国防部即马当咧考虑讲，伫咧袂影响战备勤务的前提之下，敢是要放令营区内底特定的场所会使啉酒。那针对这个问题，海巡署是讲，因为海巡署大部分拢是24点钟勤务的单位，所以因迄边也是禁止食酒。
因应风台国军官兵导致洪灾救灾，加上平常时军事勤务，其实压力未小。前早年国军无禁酒令，不过因为常常传出官兵啉酒了后失态，国防部下令营区内底禁酒，不过官兵转去营外啉酒，佫产生酒后载车这问题。国防部证实，咧评估开放营区内底特定场所食酒的可能。本部目前尚无开放营区内饮酒的决定，对于营区内是否开放饮酒的管理，将在不影响国军战备勤务为最高原则，审慎评估研究。退伍军官就有兵认为，营区适度开放酒精饮料，可能对部分官兵疏解压力有帮助。不过重点是伫免影响勤务甲纪律，个人自制力正重要。前提仍然是个人自制力的问题。所谓的营区，而且负有战备留守的任务，基本上来讲就要受到相关的限制，不能喝醉。军事学者苏志云表示，亲像美军因为地点真不定，适度开放营区食酒，对国军的评估开放是正面态度。美国海军的管制相当严格，只要上船执勤就一律禁止使用酒精饮料。但是如果说船舰部署超过一定的时间，beer day 也就是啤酒日，船员都会配2罐的啤酒，小喝怡情。相关也有真侪大量军籍的海巡署表示，因为海巡大部分是24点钟勤务单位，为维持勤务纪律，单位内依然维持禁止食酒。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土城昨昏发生一件命案，有一个查甫人伊伫咧车路举棍啊、甲刀啊攻击因牵手甲姨啊。嫌犯发案了后，怎做伊逃走？伫咧彰化互警方抓到，而且前一天，这个嫌犯则因为违反保护令，互移送地检署了后请回，想袂到抓呢，杀死2个人。监视器画面看到几排汽车熊熊互弄倒，其实这是4个查甫人开车去入骑车的市场的街后，也有伊的姨啊所造成的。随后查甫人对车顶提出棍啊、刀啊攻击市场的姊妹啊，2个人送病院了后，依然不敌死亡。嘣了一声，我们还以为车祸，女的一直在叫，然后男孩子开车门下来就一直砍了，很多人在看，都不敢过去，因为刀子很长。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2个小时内在彰化、深港逮捕犯嫌到案。这凶杀案发生伫初7早起，新北市土城区明德路2段。其实4个查甫人捌做摆拍这街后市场的查甫人，车人也违反保护令到街后大所在。虽然当时互移送新北地检署，不过检察官信后认为讲情节算轻，互伊转去。检方讲，互伊离开进前已经依法通知警方加加保中心，要警方提醒市场的查甫人提高警觉。今年5月接获通报后，持续服务至今。我们全力配合检方调查，厘清过程，并协助家属后续事宜。不过，4个查甫人对地检署离开了后，就回头去坐伊的家后来理论，造成后壁危险的代志。妇女团体提醒，除了提高警觉以外，被害人若是感觉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也是申请带到庇护所，加强保障家己的安全。对方可能在按那个被害人在里，那可能就要特别留意他的一些活动区域，加害人有没有出现。社工的话都会跟被害人讨论出现的时候要怎么去因应。有专家指出，若是干那合法保护令，却是无相关来启动防护做法，甲相对人士的工作辅导，可能互被害人处伫危险的处境。也若抬起的街后甲伊仔的4个查甫人，依照杀人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海巡署查到台湾的走私集团，甲中国也有越南的集团来斗空，涉嫌甲保育类的鸟啊，也有有形的卵走私来台湾，而且这一个手是查到几啊千粒有形的卵，目前专案已经移送法办。然后它现在使用白色的布石覆盖，那其外观与我们的目标物品的疑似。海巡署人员全程监控走私集团伫马祖将不明物以米小大卖店的袋仔包装，为港口一路运送到海上的浦东平台。南海运为金门机场也一路在咧监控会动查手警官直接就这俩人。这个卫生纸里面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好，那没关系，你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哎，对啊，对啊，这是什么？啊，蛋哦。
海巡署、警方分署连共17队，接到抓捕咱国走私集团甲中国参观人等不法分子结合，为东南亚国家买果及保育类因果的受精卵，搁以国内合法养殖场作为掩护，涉嫌将这寡保育类禽鸟甲受精卵透过机场，也是渔船接驳的方式走私入境出境。2024年6月，伫马祖地区查获走私保育类因果受精卵1047粒，今年1月伫金门查获599粒，3月透过国际合作，搁查获超过600粒走私高骨啦。走私受精卵数量高达数千颗，出库不法利益高达上千余万元，全案均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连江地检署侦办。海巡署强调，各国将禽流感防疫列为重要工作，为了保障国际保育安全，海巡署会继续执行安空专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要来关心4月初的时阵，伫咧宜兰的绿色博览会，出动时发生园区内底电动游园车启动着一对来遮佚佗的翁仔某，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的悲剧。后来经过检方的调查，是这游园车伊头前倒边的链仔长期漏油，害这档仔歹去，无法度打档仔。即马检方认定是这个游园车的负责人，也佫有司机的过失。检方已经照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甲这两个人来起诉。证人作为公车斗救完，暗过缀伫车卡老先生经过抢救，也是救无倒来。今年4月，这个事故伫宜兰绿色博览会现场，游园车冲撞游客翁仔某，造成一死一重伤。即马检方发现，车失控的原因牵涉到人为疏失，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切实起诉游园车负责人甲司机。翻覆死伤事故，查明系因左前轮刹车长期漏油，致刹车分泵损坏及刹车制动力不足。起诉真侪项理由，包含负责人疏忽注意监督管理员工是毋是有先进职责，对消费车确实减收定期补充换档仔油，嘛无对新驾驶做驾驶安全的教育训练。野会司机是开车进前无确实检查档仔遮的设备是毋是有各样倒开上路，到尾因为档仔油严重不足，落架时阵无法度动车，毋再发生危险的代志。我们要请律师，由律师来处理。尊重我们检察官的调查的结果啦。涉案业者无加讲，表示交由律师处理。宜兰县农业处嘛，敢若回应尊重。不过，由官方举办的大型活动，罕见的发生这种事故，业者互人认定有疏失。死者家属已经决定提刑事民诉讼求偿。反正这次我觉得县政府一定要负最大的责任啦。家属当初讲是县政府有责任，目前嘛伫看县政府的处理态度，无排除有后续的作为。当地大活动毋拿绿色博览会。7月才拄啊举行，当地举办的宜兰动玩节，当年嘛吸引真侪人参加。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会加强设施的使用说明，强化相关设施防护，会派专人管控。只是面对大型活动，为县政府承办单位到场内业者，拢都爱做好落实监督管理。若是安全维护做无够，恐惊民众会有风险。记者采访报道。电风上头来看，即个丹那市风台扫来，真侪所在拢传出灾情。伫咧屏东的嘉东外海，有一搭海顶的光电平台试验计划，嘛受到即个风台影响。规个平台去互海影是降甲规拢散了了，影响到渔船啊出海掠鱼的作业。即马屏东县府除了要求因爱停工，嘛限制业者爱伫咧48点钟内爱甲遮的光电棒的架啊，拢清理好势。海影一尊接一尊，屏东嘉东的稳丰海堤外口，四界拢是这款黑色的架啊。这是经济部核定的海上光电平台试验计划，因为袂堪哩风影，规个平台散了了。伫海保海上拢是平台破壳。县府讲，计划内底只有平台无放光电棒。风台前有要求业者爱做好固定，想要到风台大影损长，县府伫初七已经要求业者停工，而且48点钟内爱将这破壳清除好势。厂商清理完毕之后，要重新提报相关的一个施工精进的计划哈，在还没有经过我们审查通过核可之前哈，请他们要停止施工。除了大风影以外，风台河也个屏东内部甲新恒地区一寡地势较低所在出现淹水灾情，因为排水系统无好，有的所在也个淹甲靠多悬。虽望民众讲淹管是啊，不过也是望水会当赶紧退。台风过后，然后一早起来就看到前面是小河流安尼啦，这排水就无介好啊啦。所以阮那边若落大雨，就是即摆水入去流了，也个倒接出来安尼啦。
洪台天饮水的也有高雄基镇的上德里，因为中区污水处理厂的抽水工别讲，和上德里附近50户的客家拢饮水，上深的有40公分。民众原地拢当作是雨伤大，一行出门才知影是污水处理厂的水倒灌出来。太扯了吧！好扯。另外，桃园区的老龙溪部长溪水夹大土石，甲强河甲复兴段的暗坑变道冲害去。加在因为事先公路管制无发生意外，公路局驾驶干部段表示，已经先开放复兴3里的居民，先对背山口迄边出入。目前的抢修会先以紧急避灾通道为代先，上紧车牌下晡5点开放通行。记者柯家如柯炳哲、柯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今麦风台是已经走啊，不过农业的损失嘛开始咧出现。彰化溪湖甲福兴遐个葱啊甲稻啊，拢有出现倒丛的情形。因若伫咧森林、虎尾甲土库等等，遐个番麦甲金蕉等等的农作物，算长嘛真食力。今麦县府甲农粮署有去会勘，希望会当赶紧启动灾害补助，来帮助这农民会当赶紧渡过难关。发动抽水机，将产地积水慢慢啊排出。但那些风台侵袭，彰化溪湖葱仔农感叹看天食饭煞真无奈，因为葱仔浸水损害，天气出日头了后，残存的石子去互日头照，真紧的烂去，造成延迟性伤害。松根那边慢慢败根，慢慢烂的，会过个2-3天或1个礼拜就知道了啦。所以通常菜价在涨跌，那时候1个礼拜之后就很明显了。溪湖果菜市场初市交易量是36吨，比前一日少68吨。农产品平均价格淡薄仔起5块是还未看到农损影响，也毋过彰化县福兴乡大17山边仔的稻田出现大面积稻仔拍倒，农民讲拄着雨水浸泡，稻仔较会发芽，心灰拢去了了。倒落6-9色会出去，哎呀，袂食哩啦，都出去啊咯，要哪会食哩？过往南的森林灾害更较严重，规排的番麦拢倒去森林管府，甲农粮署紧急会勘了解灾情。啊，要开花，即摆叫烤咧，就是起来效果拢无什么作用。啊，像安尼，这养起来吼，养头3只至4只。除了番麦，另外包括金蕉、稻米、葱仔拢有受灾。森林馆长刘立先表示，即摆有17个乡镇出现10级以上的阵风，建议民众将受损的情形翕相上传，农业部尽速补助。后续公所跟县府会来联系改良厂跟我们农粮署来启动4方会勘，来达到救助标准。森林管府初步估计，农村受害面积大约3000公顷，农村金额超过2亿。农粮署强调，会尽速甲公所管府启动4方会勘，政府希望缩短会勘定数，是会大回建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关防空避难的空间，今嘛内政部国土署最近要来修订建筑新的规则，规范新起的学校甲工厂防空避难的面积，都要比照外国，可比亲像瑞士，一个人都要提悬到1平方公尺的范围。而且嘛，因为防空避难的设备大部分拢是伫咧地下室，今嘛草案嘛要规定，这通风的设备都要使用机械式的方式来通风，而且嘛要有法度来接紧急的电源。马鞍演习将做台湾国民防空演习大号，主要是模仿实际战争甲空袭事件发生时应变处理。随科技进步，近期要展开内政部防空避难专区，连接谷歌地图，就是查到相关的避难所。如果说民众有发现，防空避难设施有堵塞的这个相关的情形，或堆放杂物的状况那么这个可以向当地的分局或者是市政府来反映。以现行的规定，防空避难设施遇到这个防空警报释放的时候那如果没有配合的话，会处罚罚款大概3万元到15万元。考虑即阵的战争形态空袭大部分是导弹轰炸，内政部国土署最近也有个建筑技术规则修正草案，规范新起的学校、工厂的人均防空避难面积比较随时提悬到1平方公尺。指定通风设备应该采机械通风，并且设有紧急照明设备甲电源的插座，供防空避难时使用。就连熄灯变速也列做固定的设备。台湾有很多州都是以集合性住宅。这个地下空间的部分可能都是利用这个地下停车场通风设备，在遇到比如说电力中断的时候，是不是还能继续运作，是一个关键。我们都知道瑞士长久以来是一个这个和平的中立国家，400年没有遇到真正遇到战争可是瑞士并没有在因此
懈怠。草案说明也讲到，一般非重点基础设施也是非重要军事基地建筑部，虽然不是直接的攻击目标，不过多段是原地飞，所以讲中原楼层恐惊遭到影响。即阵台湾现行规定，现出地面顶板也有壁的高度应该要有24公分以上，不过参考国外避难所，拢有更条阿文土壁高度30公分的规定，未来也建议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的调查，新长者平均伫咧42岁时阵，身体机能都有可能会提早衰退，是平一般人平均是提早7.7岁。身体若染公不理中，都要离开工课场。即马用光基金会甲台北市府合作，替新长者也佮有老大人打造一间无障碍的体能训练中心，希望透过这个训练中心，会当协助因透过运动建立自信，而且嘛会当延长因伫咧工课场的人生。伫教练训练之下，蔡阿姨顺利举起训练用的药球，搁向下面弹出去。其他的重量训练伊也一一完成，动作无凊彩。这个体能训练中心替老大人对抗肌少症，互时代愈活愈精彩。女儿就问我说：“哎，你现在运动感觉有没有哪里酸？我腰酸哈，是24小时在酸的啊，现在呢不酸的。”除了帮助老大人，训练中心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因阳光基金会甲北市府合作，为新长者对抗身体机能提早衰退，打造的无障碍训练空间。因为根据卫福部调查，新长者的老化年纪提早7.7岁，平均42岁，身体机能都可能提早衰退，被迫退出职场。能够运动的状态，我就发现，我的体力有变好。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觉得很累啊。这边成立之后，可以去照顾更多的身心障碍者，还有其实一般市民也可以参与。邱琪琪是视障歌手，透过教练的协助，甲饮食控制，顺利减20公斤，互规个人伫演唱的时阵更较有自信。训练中心除了为新长者特别打造训练课程，空间设计也真良心。是第一个健身房里面有邀请身心障碍者来当我们的运动助理，服务单位都是比较多是身心障碍者跟银发族，所以我们教练要花更多的心思在专注在学生身上。阳光基金会强调，希望协助新障朋友透过运动建立自信，延长这场人生。欢迎新障朋友同齐来顶当一个。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大病院妇产科进前标出有医生共性骚扰，也有性侵的案件。立法院昨天针对设立有性骚扰监考的医师查询北大的进度来质询，都有立委批评卫福部根本是咧暗唬这个犯罪人。也来民间团体是呼吁，希望会当比照外国，爱甲这个人的名公开，来确保患者就医的权利。今嘛卫福部是强调讲，目前正咧甲司法院咧协商，上近有可能8月份会来公布。医师性骚扰事件真多，台大前妇产科名医郑文峰涉嫌真侪件性侵案件，进前叫人起诉了后起步监督，这个不属医生问题，搁再成做社会焦点。对这代志，立法立委批评卫福部拢伫斗暗号，若承诺设立的容医查询平台一再跳票，连即卖的医术人员查询系统，若医生无同意公开，就无法度查询，根本有哪无，民众拢无知影的保障。你从1月份答应3个月。再从5月份，我们答应1个月，这一直在研议。那到底什么时候你可以将这个平台来设立？你起码有这脚无这脚，医生查询不出来，这个就是你医事查询系统的问题。民间团体嘛建议应该比照英美等国家做法，所有医术人员维持记录拢依法会当适当公开，保障病人就医的权利。所有的医事人员呢，如果他有被惩戒相关等等的记录呢，都能够在医事查询平台上面能够公开的让民众来做查询。这是为了确保，就是我们民众在就医的整个过程中的病人安全。针对判决及惩戒确定名单本来就属于政府应该公开的资讯，如果涉及猥亵儿少，
根据儿少法也可以公布加害人的姓名以及名称。正在跟司法院接洽，我们的资讯要怎么直接的借接。那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希望能够1个月内来完成跟司法院这个彼此的资料的互通。卫福部讲，司法案件还未定案进前，敢来当作无罪推论。目前等你甲司法院积极沟通，寻求法院，并研究把这个平台适用对象扩大，包含所有的医事人员，上紧8月对外公布资讯。记者综合报道。金曲奖颁奖典礼刷过到达差不多1礼拜外，台语歌王陈以恒甲台语歌后李德心等人因的台语歌，伫咧音乐平台 Spotify 顶悬，会当讲是强要争20名总目。有广播的主持人认为讲，即马台语歌会安尼唱起来，甲这几年政策的推动有关系。歌声是很诚实的，在里面呢会隐藏真侪个性以及咱经过的代志。譬如讲，像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小查某。第36届金曲奖伫6月28颁奖典礼以后到达已经1礼拜，台语歌王陈以恒和台语歌后李德心等人的台语歌，伫咧音乐平台 Spotify 顶悬，共要争20名总目。有咧关注台语金曲的广播主持人阿德认为，这几年台语和文化政策的推展，鼓励多元的台语创作，嘛进一步互有兴趣听台语歌的口扩大。无共款的音乐的风格，无共款的表演方法，其实就有无共款的人去介意。伊无局限伫讲，敢若固定一款方法啦，所以伊当然即个市场就会愈来愈分化出去。我讲这是一款，包含讲少年人，伊无定着一定要遐高听会清楚台语，毋过因为风格多元的，互因愿意入来看。阿丁嘛指出，侪台语歌手创作拢有带家乡的腔口特色，也拢有请台语顾问。伊认为这是互台语创作愈来愈有用的关键。另外，学者表示，无论是透过李德心发起发音的台语歌，还是其他歌手用无共风格和题材的音乐，拢通看到台语歌有真侪可能性。甚至今年金曲奖也以台语专辑摕到年度专辑。学者认为，伫咧中国抖音音乐强势影响之下，台语歌范式会当作为台湾流行音乐的文化输出的走向国际。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因即马有够大的吼，啊，迄本钱拢足粗的吼，你慢慢你拼袂过伊啊，你用啥物物件，你会当甲伊做一寡竞争。我感觉是无共款的语言，咱有咱家己的语言，啊，咱的语言是面向全世界的台语的即个语言。学者嘛指出，金曲奖虽然对台湾乐坛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不过伊认为对真侪少年囡仔来讲，影响力有愈来愈细的趋势。学者建议文化部伫咧华语市场渐渐互中国流行音乐取代的情形之下，就要好好思考台湾流行音乐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春游台北报道。我来看土耳其的西南部有一间游乐园，内底有饲狮。顶一日，这只狮煞是跳过墙偷走出去，险险啊，甲一个农民夹死。因为伫咧巴基斯坦是有人饲狮来做动物伴，嘛是共款爬墙啊走出去，去攻击一个妈妈甲2个囡仔。虽然因是无性命的危险，不过即马当地政府是已经要来追究这只狮，也阁有主人的责任。原本应该伫主题乐园内底乖乖伫困的狮仔宙斯，半暝雄雄走出来拉骚。当时附近正开喙斗的田内有一个正做人，只尔甲伊的太太伫遐困。当只尔发现情况毋对，精神的时阵，这只狮已经到身躯边咯。Sabah 4.5-5 sıralarla bir baktık, fışıltı sesi geliyordu hanımla beraber. Üstümde battaniye vardı. Battaniyeyi kaldırdığımda haftan üstüme çöktü. Bayağı bir mücadele ettik. Boğuştu. Kimse yok mu dedik. O arada baldırlarımdan ısırdı. Boynumdan ısırık atan boynunu elime geçirdim. 过来真大只儿，甲这只狮仔拍起来，互这只狮仔退下。随后赶到位的救援人员赶紧甲只儿送病院治疗。走出来甲人的狮仔宙斯因此被捕杀。另外一件狮仔攻击人的代志是发生伫巴基斯坦的拉罕尼。画面上看到这只狮仔跳过围墙来到街路了后，开始入街路人，造成一个查某人甲伊5岁甲7岁后生受伤。这狮仔是当地一个福建人所饲的动物。伫巴基斯坦，饲这个野生动物是身份甲财富的代表。这要开大约大票5000外块，就使摕到执照，伫厝饲狮、霸、好这大型的鸟科动物。जो वाइल्ड लाइफ के हमारे जो इनके SOPs हैं हमने उसके मुताबिक शेयर रखा हुआ है
ठीक है, जो कि हमने उनके SOPs को मतलब पूरा किया हुआ है और हमने आपने देखा होगा कि कोई ऐसी जगह नहीं है जहाँ से वो बाहर आ सकता और बड़ा पायदार हमने ये बनाया हुआ उसके लिए। लेकिन वो जिस दिन का ये वकूआ है उस दिन वो सफाई किया लड़के ने, करने के बाद वो इसका ना ताला लगाना भूल गया। ठीक है, वो किसी काम में बिजी हो गया। जैसे ही उसने मौका पाया वो बाहर आया, बाहर आके उसने दीवार फलांगी है 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वो बाहर जाके走出来知影最后是家己乖乖回去，不过也是互送往野生动物园去收容。伊的主人也因为无合法的执照，加上照顾无好，最后互警方抓起来。公视新闻网络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5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